旨在停止敘利亞戰火嘅最新協議響星期一嘅日落時候生效。根據美俄宣布達成嘅協議，屆時敘利亞政府同反政府武裝都應該係停止相互戰鬥。敘利亞軍隊仲應該停止對激進組織魯斯拉陣線嘅空襲。美國方面表示，呢啲嘅襲擊往往以反政府武裝嘅戰士為目標，而且係造成平民傷亡嘅主要原因。同以往大多數停火努力一樣，最初嘅停火只有短短嘅48小時，但係停火期限可以延長。如果1個星期之後停火仍然能夠維持，美國同俄羅斯預計將會展開一項聯合努力，襲擊魯斯拉陣線亦係伊斯蘭國戰鬥人員嘅目標。協議仲呼籲將急需嘅食品亦係醫療援助係送到阿勒頗呢啲地方。敘利亞嘅5年戰爭響當地造成咗一場人道危機。美國國務卿克里響星期六宣布呢一個安排嘅時候表示，如果成功，佢將會促使到敘利亞境內嘅暴力大幅度減少。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則係表示，支持敘利亞內戰敵對勢力嘅美國同俄羅斯有義務竭盡全力確保有關各方嘅遵守協議。較早之前嘅停火協議雖然促使到暴力減少，但係每次都係由於政府以及係反政府武裝互相指責違反停火而使到協議嘅執行被削弱。呢個嘅歷史記錄使到公眾對新嘅協議持懷疑態度，但係到目前為止，阿薩德總統嘅政府同佢嘅部隊並肩作戰真主黨激進組織，以及佢嘅盟友伊朗都表示願意遵守。敘利亞反政府武裝亦都表示對協議持歡迎態度。敘利亞內戰已經導致咗幾十萬人喪生，1100萬人流離失所。